再来看台南的安南病院哦，昨因为民众等领药啊，等上过久是真不满，嘛引起抗议。病院是表示讲哦，因为药剂师卡手无够，会协调同业来支援，嘛会改善流程。透早9点左右，开门无到1点钟，台南安南病院领药的所在已经人客人。面对遮尔侪领药的民众，病院嘛展出大白板，号资讯搁较明确。同时间派出6个医疗人员引导，互民众顺利摕到药啊。会安尼做是因为安南病院初时下晡传出民众等药啊等上久，造成纠纷。从台南市的病就是你这种动，你还要动吗？你嘛，你要嘛，我慢慢，人嘛无这慢，你这是嘛？人力方面确实需要再加强一下，对，然后动线要多开几个窗口来缓解这个人流。要体谅啊，因为现在听说医护人员的工作也很多，也人力缺乏。对。有民众批评看病10分钟，领药啊需等1点钟。不过实际开门，面对医疗人员无够，大多数的民众拢会当体谅。根据了解，安南病院接洽药师仍然符合标准。不过因为药师休假，才会卡手无够，病院已经紧急协调中国医药大学医疗体系到支援。我们从我们中国医药大学的体系，征调了7位药师到安南来帮忙。我们在人力上面呢，也会在尖峰时间请我们的行政人员来到现场协助民众排队，跟给他们指引，让整个的流程呢可以更为顺畅。那目前该院药师依法应聘任37名，那实际呢，该院执业的药师有45名，那人力符合法规的一个设置标准。那已经请医院呢能够适度调整门诊高峰时段的服务人员。病院伫第一时间进行改善措施，警方嘛到场了解，因为无医疗行为无违反医疗法。不过警方呼吁可能会违反其他刑法，呼吁民众爱认真。卫生局嘛去病院了解人力调配状况。记者文正雄台南报道。